今日係4月21日，復活期第3週星期2，亦都係聖安失莫主教聖師嘅紀念日。今日嘅聖言金句係：我就是生命的食糧，到我這裏來的永不會飢餓，信從我的總不會渴。嚟自聖若望福音第6章第35節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主題係生命的食糧。有一句經典嘅中國成語，民以食為天，可見得食對人嘅重要性。食物可以滋養生命，使生命延續。今日嘅福音講述群眾見過耶穌嘅增餅奇蹟之後，要求耶穌去顯更大嘅奇蹟，以證明耶穌係由天而嚟，並由天父所顯派嚟嘅。舊約入面，嗎哪從天降下，只為以色列民提供果腹嘅食糧，但係嗎哪係不可以儲存嘅，不可以留到明天。耶穌冇順應群眾嘅要求，佢實實在在咁樣告訴群眾，佢自己就係生命嘅食糧，就係從天上嚟嘅真正食糧，並賜俾全世界嘅生命。耶穌嘅血同肉成為咗我哋生命真正嘅食糧。從前嗎哪嘅出現只係為以色列民，而家耶穌嘅出現卻係為咗全人類，滿足人類靈性上嘅渴求，指向那永恆光輝嘅永生。那麼我哋喺參與感恩祭嘅入面，係抱住乜嘢嘅態度去領受耶穌基督嘅聖體聖血呢？我係咪已經辦妥修和聖事，準備迎接耶穌基督嚟到我嘅心入面？我係咪有迎接耶穌基督去到我心入面嘅渴望呢？領受基督聖體之後，我又係咪過住雙情嘅生活呢？最後，呢度以聖不奧神父領聖體後嘅著名禱文，我留在你身邊作結，好好體會聖不奧神父對領受聖體聖血嘅熱愛。主啊，請留在我嘅身邊，因為現在是黃昏，日子已盡，生命在流逝，死神審判永恆正在逼近。我需要重新得力，以防我在旅途中疲憊不堪。因此，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。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。因為這黑夜如此深沉，我迷失在充滿誘惑和荒蕪的路上。我需要你的臨在，好讓我不會在黑暗中迷失。因此，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。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，因為我軟弱，需要你的聖善陪伴，以免我跌倒。沒有你，我會冷漠；沒有你，我就沒有愛。因此，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。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，因為你是我唯一的愛。我追尋你的臨在，你的聖言，你的聖心，
你的聖血，因為我渴望你，除了你，我不渴求其他。因此，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。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。我只求你的愛，你的恩寵，你的聖心，你的聖神，因為我只愛你，不求其他報酬。我用全心全意愛你，不論在世時的勞苦，還是未來永恆的喜樂。因此，主啊，請留在我的身邊。亞孟。今日嘅祈禱係：仁慈嘅天父，感謝你賜下獨生子，成為我哋生命嘅食糧。求你使我們懂得感恩，懂得以愛還愛，懂得活出愛嘅生命，好讓別人喺我哋身上看出基督嘅面容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，亞孟。願主祝福大家。